来看日本的妙高高原，这个所在会当出世，嘛会当浸温泉，而且伫遮开发的程度较低，所以来遮佚佗价数嘛较俗。伫遮阁有保留一寡传统和自然的景观。也毋过新加坡的外商拍算即马要伫这个所在投资，按算要起一个超大型的度假村，讲会使创造千外的工作机会，会当扩大商机。也毋过安尼嘛有可能造成当地厝价起、物价起，有一好就无两好，嘛引起当地人烦恼。离东京东北部赛车2点半钟的妙高高原，冬天有打扫松软的粉色，正适合出世。吸引真侪国内外爱出世人来遮。赤川温泉乡就是当地5大出世区之一。不过传统淳朴的情形，3年了可能会规个变样，因为新加坡资产管理开发商 PCG 投资14亿，加当地北纬高原一个3资源2个出世场买起来，要建造350公顷的超大型度假村。内面的顶级旅馆、相关的房价划算大票，大一案要加4万5。伫咧遮卖温泉馒头的业者讲，伊即卖生意9成拢是靠本国的人客，那变成拢是外国人的高级区，会影響伊的生意。赤倉はですね、このままで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逆に。かえってね変に海外っぽくするわけでもなく、昔ながらの建物がありで日本人がこうね接待するというような。日本今年离家入境旅游的人数成长17%，总当地历史先悬，出世度假的旅客增加是主要原因，日元俗也是原因之一。旅游的热度有增加无减少，高度开发的知名市场，就像是北海道离世国、长野县的白马村，拢已经出现过度旅游。Communities will always have their concern, right? But it is important for us to listen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m, and come to an agreeable term that they will also know that without these kind of investment, they will also see some population decline and economic so-called slowdown. So 新加坡投资者 PCG 讲，因的开发案唔那是为当地创造1000外工作机会，也开发冬天以外会店加旅游商机，或者美丽风景，一年四季拢会当吸引游客，创造双赢。公司新闻是会中编写。